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来到关西不能不到牛兰河走一遭。听说牛兰河被关西人称作母亲河，这个河牛兰河也叫做母亲河，然后早期都在这边洗衣服，然后很多的牛只赶来这边贩售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围篱啊，所以赶来这边河床上，然后牛就在这边隔夜啊，住在这边这样子，暂时在这边这样。对。我们这边来的客家人住在这边的时候，经济是没那么好的时候，家里没有洗衣机啊，所以普遍就会到河边来洗衣服啊。就是到我现在看到这里，对，跟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因为那时候的水比较清澈，而且水量比较大。不像现在的水位没那么高。哇，那如果过去啊都来这边洗衣服的话，那其实这个难怪叫母亲河啊，对，因为它非常的重要。对，因为过去的用水啊、洗衣服啊，都要来到这个河来做清洗，这样。对。彭老师说，我们脚下踩的是近100岁的东安古桥，自古就是关西交通要道。走在桥上跟桥下的感觉差好多哦，在桥下是非常的壮观，对，差异很大。我刚刚走在那个桥上啊，它是新旧桥盖在一起，对，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是因为古桥要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又要道路拓宽，那我们就把它旁边就增设一个新桥，那新桥就变成仿古桥的方式做成现在的这个新旧并用的一个东安古桥。所以它新旧差了大概也快100年的时间了。对，差不多啦。对，我觉得那以前的那种在地的那种石头的纹路跟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对。它的石头的纹路跟色泽啊，我觉得最漂亮的是它都是不尽相同啊。对，所以看起来特别的漂亮。对。那过去盖这个旧桥都是拿来做什么？当初那一块算是汉界跟番界的一个界限。那当初的番界的部分的一些农产品要跟这个汉界做一些交易，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产业的道路哈，就有柑橘啊，还有蔗糖啊，还有林业啊，还有矿业，这些都是在这个区块算是当时因为要交换那个产业，所以是算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要道。对。潺潺的牛兰河，坚固的东安古桥。虽然岁月不停流转，他们依然守护着关西客家庄，